流感疫情顶礼拜上界严重，疾管署上新的统计资料，敢若类流感门诊急诊的人次，拢总有124000人。另外，还有118人为着流感引起到动镜头，另外有8人无命。这人主要拢是为着 H1N1，拢是因为无治流感的预防针。其中一个上界少年的才38岁，因为引起到肺炎、心肌炎，住院7天了后，就安尼无命。 手甲胸坎会痛、佮足喘的，为去年年底流行到今年的流感疫情，顶礼拜人数来到上济。根据疾管署统计，干那类流感挂门诊佮挂急诊的人，一礼拜全国就超过12万人次，比前一礼拜加7.6%。佮有118人因为流感出现严重的并发症。另外一礼拜内就有8人死亡，不管是重症还是死亡的人数，拢创下为去年10月开始到今一礼拜内上济纪录。 看起来就是在上一周流感应该已经达到最高峰，但是由于天气的问题，还有这个疫情，它没有办法急速下降，所以还是维持一定的一个高峰期。 其中一个上少年的死亡的案例是住伫中部的38岁查甫人，有糖尿病病史，发烧几多天了后，因为歹喘气送去急诊，心脏佮停气，经过急救了后有救回来，不过因为引起肺炎、心肌炎，伫住院7天了后也是过身去。 这8例其实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，那都是感染 H1N1，他们是发病到死亡哦，大概平均是7天了。他得了刚好是那个跟流感疫苗病毒株一样的东西，那你没打疫苗的人是吃亏啊。事实上，我们也有碰过打疫苗照常得流感的，那这一部分呢，就是可能他病毒株呢不对，因为 B 型流感的流行株甲疫苗株拢无符合，医生讲保护力恐惊敢若5成，不过也是会当降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。建议民众若是有发烧、咳嗽、胃寒这症头，就要赶紧去看医生。若是较紧，就食克流感的药啊，人食袂遮尔艰苦，病嘛会较紧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